世事自己慢慢体会。感谢吼，大家耐心的等待吼。今仔日投标的有14件，无合格的有9件吼。所以即马来宣布5件合格投标的出价吼。3号调美实业有限公司2亿6800万。5号新营土地开发有限公司2亿5999万。6号一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亿8000万。7号上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亿8500万。不充电力。过来吼，8号一传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亿9000万。所以吼，今仔得标的厂商是一传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恭喜恭喜！请这个得标的这个厂商吼，照规定来办理后面的手续。感谢各位吼，在此感谢各位，谢谢。一转的头家是啥？阿伯，歹势，这块土地我标着啊。你若是要找土地去工厂，就要请你另外找啊。吴总经理，你用其他的公司替一品标土地，安尼一品若是要用这块地来起工厂，就要开钱去俊杰的公司买土地。你唔惊会互人怀疑恁母仔囝用这种方式来掏空一品的资产？李董事长哦，我想这你就唔免烦恼啊。阮公司一品的交易一向拢公开透明，绝对符合公司的利益。我唔相信。若唔是你心内有鬼，你想怎要用其他的公司来投标？我安尼做确实是有鬼，不过这个鬼唔是在我的心内，是在阮公司内部。李董事长，我知影阮公司有人私底下偷偷甲阮的出价讲，互你知影。假使我若无用另外一间公司来投标，那呢，这个地唔就互你摕走啊？你莫侮辱我，我从来就唔捌去探听恁公司投标的价钱。有还是无？这摆已经无重要啊。对啦，阿伯，你先莫生气啊。我知影你即马做着急要找土地去工厂。虽然讲即摆土地无标着，毋过不要紧。假使哦，你边生产线若未好应付，就无安尼啊。我一片这边会当拨一部分的生产线来甲你斗相共代工，你感觉安怎？看你这个办事，恁妈妈应该是想要甲你栽培做一品的接班人。讲起来，真好有影可怜啊！白白是恁爸爸的后生，毋过煞因为妈妈，互人调去别位所在，无伫咧公司做伊的靠山，就互你压落底。阿伯，你想想这？
阮嘛毋管是对我还是对志豪，伊向我拢是公平对待，无上压啥问题。敢有影是安尼？今仔日是你来投标的，迄就表示恁妈妈对你是完全的信任，伊无信任俊豪。我看俊豪，不如来我的公司上班啦，互我这个阿伯来好啊，甲栽培。若无伊伫一品，永远无翻身的机会啊！既然阿伯这样照顾家己的人，咱咧拄好，我只有一份资料，该咱请你到三工者。这人是啥？这个人拢是替你来探听阮即摆出价的员工，只是讲哦，因即摆已经无头路啊，所以我想要麻烦阿伯，带领着因甲你斗相共的分享，互因一款头路在，好无？我拄则就讲过啊，我无去探听恁公司投标的价钱啊。不过阿伯，这个员工拢已经成年啦，还是讲爱我带伊来你的面头前，甲你对峙。阿伯，生理场上用的这款手段，迄拢是真正常的代志。只是我感觉，因这个人甲你斗相共，甚至甲无惜一切，无惜家己第一品的前途。假使讲这个时阵，你若是过桥拆桥帮。对因见所不求，那呢，我是真感觉你这个人做无公道义啊！你可无做个干嘛来做人？阿伯，好啊，春姐，无需要甲伊讲遐尔啊济啊，公道自在人心。咱阁有足侪代志爱处理，甲恁阿伯讲再见。阿伯，我先来走啊，明天再去请你啉咖啡。小姐，不要办，昨天一定可以啊。我无困啊，我是咧想代志。妈，这土地标的代志拢已经结束啊，你著莫阁想啊。这几天哦，你著放一下假，好好休困一下，莫想，好无？无用的啊，在公司阁有足侪代志爱处理。遐个代志哦，都交遐个主管去处理就好啊。你毋通麻烦代志，拢要家己换，啊家己去承担，家己去处理。你是人的，毋是机器的。就算是机器，嘛要休困啊，对无？但即马公司真有制度，而且有你，还阁有俊豪，会甲我斗相共，减轻我足侪压力。迄个较早比起来，我轻松足侪啊。我知啦，只是讲，常常拢看到你为着咧做工课，你无因遐个代志，有甲吼有当阵拢无准时食饭，等下我会烦恼。但我本来就食少的人啊，一顿两顿无食无差啦。是，我有当阵哦，我呢啊，一顿啊无准时食尔，伊就甲我细了。伊家己嘛是共款啊，毋通哦，敢要要求我尔，啊若无，你安尼是双重标准。好，以后我会尽量准时食饭，安尼好。要以后即马就好通去食啊，出去，小等下开餐厅，咱就食饭。袂用啊，我无时间去餐厅食啦，我小等爱赶来转到公司咧。我为着今日的新产品哦，准备几落工咧。我想讲会当伫咧俊杰面头前好好表现。哦，陈亦凡，你啦，互你害死啊啦！哎呦，你莫烦恼啦！伊毋若是男神，嘛是我妈亲呢。今日啦，我就好人做到底。我甲你讲，我只一通甲卡过去，我甲你保证，绝对毋甲危险。
可惜就好。妈，俊杰，可惜，就好。俊杰，恭喜你呢！在公司取得第一工地与你滴。其实我无做啥代志，我只是叫我妈的意思，伫外口开一间印泉的投资公司。还是因为哦，俊杰你感觉有默契，才会甲迄个有贵阿伯骗到零落去。俊杰，你愈来愈有这扮人的气势哦。其实上大的功劳是俊豪啦，这消息拢是伊干妈讲的。俊豪的眼光真正是足准的。我是公司新销业务部的，伫外口的时间较济，自然得到的消息嘛较济啊。等下新品评估会就按科林生产事业部来评估替咱公司选一个大卖的产品。有啦，但恁两个经理哦，拢真认真、真负责任，互我真放心。好啦，可心，时间差不多啊，会停咧。哦，伊今日透早临时甲我请假，讲要去看医生啦。会停的请假，我要看医生，你都无甲讲啦。哦，我敢有需要甲慧婷甲我讲过的话，拢甲你报告哈。而且你若是想要知影，你等下会当家己问伊啊。也是讲，俊杰，你去问慧婷，伊甲你当做是男神呢。你若是问伊，伊一定啥物拢甲你讲。前面是咧讲啥啦？只是讲慧婷自细到大汉拢无啥物破病咧。即摆这样我到，应该是伫咧路读车。完了，我讲，妈，咱先来看因准备的资料啊。好。俊杰甲你讲，这是我要做的。是嘞，送给你，是嘞，我给你。有问题，你搞得啊？开你电话唔接。哎呦，歹势啊，我就反正伊无听到。慧婷，再去你看什么医生啊？我有去看妇产科啊。妇产科？你有心哦？所以头拄仔你是去做产检，想不你去啊？我袂当讲啦。袂当讲，现在袂当讲啊！你会再讲啊？我去替人保守秘密，赶紧讲也是啥人啊？哎呦，无啦，我无男朋友，我嘛无有心啦。你莫去问啊啦，我有袂当讲的原因啦。袂当讲的原因，你妇女病啊？无咧。我想大概应该误会慧婷的意思哈。慧婷，你讲对无？对啦。那你无来吃吼？好啦，昨天你要开会啊，咱紧甲研发产品的资料准备好势啊。对啦，俊杰讲了无唔对，即摆上重要是咱的新产品啦。互我3分钟，我即摆出来准备。咱开始啊！好，这摆评估甲顶几摆拢同款，主要是爱伫超商下当贩卖小点心。可心这摆准备的是奶油泡芙。慧婷这摆准备的是虫虫围棋。会使开始啊！先生，通电是吗？了解啦。谢谢啦。慧婷，好。时间还阁真侪，豆豆做得好。哦，好。一定会当互大家食出一种足高级的感觉。我的虫虫危机，蛮好啊。
重重危机。啊，你这重重在倒位？是在内面？总经理，真够巧的呢！重重叠加啦！哎，刘慧玲，你的想法真正甲一般人无同款呢。俊杰，啊，你感觉安怎？我感觉是做创业无毋对啊，只是讲，安怎啦？甲我想的同款。我感觉内底若是阁会当加一寡乳酪的气味哦，会较温和淡薄啊。乳酪，这建议袂歹呢，记起来。伟霆，哎，对呀，哦，你安尼哦，大家都知你在煮啥物啊？一只鸟仔洗面啊，你连鸟都不如。什么物件？哎呦，你莫大家都对我你毒舌好不好？给你狗屁！好啦，家，妈，来，你嘛食看糜啊，我做的泡芙。好啊，啊无，我两个拢试看糜啊，好啊。啊，好啊好啊，还要帮你切哦。来，你看，我这内馅放就多就多。真是足济。嘿嘿，来，这块好哩。好，放下看糜。来，总经理，俊姐，搞倒茶干净。好，倒下。等下，好。袂歹哦，真好啊，没啦。袂歹。这重重危机嘛袂歹哦，俊姐。我得卡这重重危机会当在万圣节做咱的限定商品。那我想个记起来，后摆哦，在推出万圣节商品的时阵，咱再来好好讨论一下。虽然讲恁两个这两项拢做了袂歹，啊，毋过也是无到我的标准。可是你这泡芙好食是好食，啊，毋过我感觉甲外面一般的超商的泡芙比较起来，敢若无较特别的所在。慧婷，啊，你这重重危机，我老实讲真有创意。但是，亲像这款物件，一定是无法度做热销长红的商品。恁两个哦，甲我拄则所讲的，好。好啦，我过来开会，无我先离开。嘛，我上。你无言啦。好，请总经理。辛苦。好啦，大家卖谢谢，再接再厉，我相信哦，下一次一定会更好。Fighting！ 两个拢无过关，你真正是指导有方嘛吼！李俊豪，讨厌，好改，我因为何总经理对我讲 ，yes。俊杰，你当时来呀？在伫拄则你安尼的时阵，我来。来，这盆栽给你。是七里香哎，七里香的果子会当食，嘛会当拍成果酱，可会当泡到泡茶，嘛会当用来煮椒。我就知影，甲这个盆栽哦，搞你这个香草专家照顾，绝对无问题。我不是什么专家啦，我就是一个爱吃鬼。陈一凡拢讲啊，我就想要爱食，才有法度入来一品做产品开发。
因为安尼就会当一直煮一直食。俊杰是嘞，这个新产品如果失败啊，莫谢谢，你伫拢求新求变的精神，逐摆评估会时，我拢会期待讲你拍出啥物物件出来。你安尼甲我讲咧，我即马不能当无安呢，成功为失败之母。失败为成功之母啦。俊杰，你放心嘛，我留会挺这的人，一向拢是越做越勇。即我总算知影这个植物是安怎会发甲这么好。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小太阳。安怎？评估无通过，就来重新点淘汰啊！什么淘汰？是俊杰摕盆栽给我，叫我替伊照顾。是啊，这个盆栽是我朋友送我，不过我对这个无来，所以你这送我，不一定来替我处理。好啦，若是无其他代志，我先来去陪你。好，拜拜。拜拜。拜拜。个笑，嘴有要离开啊啦！现在这欢喜要怎？拄则俊杰跟你告白了。你莫黑白讲啊，我甲伊是普通朋友尔。普通朋友，我是普通朋友尔。你哦，就莫嫌准，我跟你讲。你放心，我的平衡感足好诶，从来毋捌咧嫌车是嫌准。咁真正安尼？啊，若无拄则你那亲像咧小熊维尼看到蜂蜜罐同款哈？因为我就是俊杰迷妹安怎？哎，你无介意的人是无法度了解我的心情的啦。你哦，你就莫跟我啰嗦啦。我跟你讲，期待愈高，你就摔得愈重。我对俊杰无什么企图啊，我只会当甲伊伫同一间公司，逐工看到伊，听到伊对我的鼓励，我就感觉足温暖、足欢喜啊。徐丽香，你感觉俊杰甲伊的查某囡仔是倒一款的啊？敢真正对我一点仔意思拢无？你是不会写啦？这啊，红豆饼。全部不吃红豆饼。是啊，会记你较早饱，常常拢会买红豆饼来回食。我还会记你一摆。我无说伊甲红豆饼全部食完，结果迄饱袂敢。那是因为恁爸爸，伊对我足好就惜我。伊知影妈妈爱食红豆饼，若伫外面看到人咧卖，伊都会买回来我食。是啊，妈。你敢知影？其实细汉的时阵，我会感觉讲爸对你好，迄是因为啥物家己的关系？因为感觉亏欠你，所以才会想要弥补。不过即马我大汉麻烦代志啊，我是支持你的。我想谢谢你。啊，不过你爸爸到底安怎想？你嘛是要等有一天伊倒转来，才会知影。其实爸拢已经失踪10几年啊，一直拢无消无息。妈，你为什么甲伊拢不放弃？一直抱着希望。唔敢若是我，恁阿妈嘛同款。我甲恁阿妈拢相信，你妈妈过完全世界。
个希望无大，失望就愈大。我做今有一天若得到的消息是歹消息，我惊你会袂讲。没关系，可是让我确定的政府有证明，你爸爸跟我伫这个世界，我绝对会接受这个事实。啊，不过在这之前，你会记，只要无我甲恁阿妈的电话，不管任何人包括你在内，拢不准恁去申请伊过身的这个宣告。听有无？不知。好了，老边回家。今仔日的菜单哦是刘慧婷写的，所以你才特别出现在这员工餐厅啊。这种暗恋的滋味，你自己慢慢品尝。你唔免讲我这样客气啦，这款暗恋的滋味，你嘛真清楚啊。啊那，等个吕俊杰升起来做行销部的副总时阵，你要安怎替庆祝？副总这位啊，未确定是俊杰啊。你莫讲我袂输，家己拢无机会，赶快好无？而且阮妈这个人哦，一向拢是公事公办，啊，你的业务能力也无输给俊杰啊。敢讲你拢无想要争取看卖啊这位啊？大概吼，把家己代志做好就好啊。因因阿姨这总经理，伊想要上做副总，就上做副总。佮再讲啦，做副总到真还重要。啊，你想安尼看啊？我袂用啥物是嘛？我是感觉足奇怪的，啊，我实在你也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你敢是这样佛系的人？你是你家的大孙，敢真正甘愿和俊杰压落底啊？我讲李家小妹，这款话吼，你伫外口唔通凊彩讲呢，啊若无人来当做你咧使了阮两个兄弟的感情。俊杰伊是我的亲小弟，你若做副总嘛是我的公员啊。你若是真正安尼想就好啦。啊，佮较安怎讲？俊杰是妈的亲生后生，就算讲你想要甲伊做嘛做过赢。对啊对啊，你讲的拢对。啊，毋过你嘛毋是逐项代志拢爱认输啊。虽然讲伫咧事业上，你无亲像俊杰有妈会当做靠山，啊，毋过感情是讲白啊。刘慧婷即马有男朋友呢，等于是哦，你甲俊杰是徛伫同一个起跑点。只要你的动作较紧呢，你一定会当比伊搁较早抱得美人归哦。哦，原来你设这大一个，就想要甲我讲，即摆若是有其他查甫囡仔去捕获刘慧婷，就无人甲你抢你的俊杰哥哥，对无？刚才啦，你是语音阿姨甲阮爸的养女，啊若无俊杰甲你就无可能做伙啦。你嘛有白讲好无啊？我讲有需要安尼做，自细汉到大汉，我李可欣想要爱物件，无人会当抢过我。真有自信啊，吼！李俊豪，你才会较振作的，我是好心咧提醒你呢。啊，你自细汉，逐项拢输予俊杰，莫大汉了，连追求查某囡仔嘛输予伊好无？啊，你毋是甲伊刘慧婷足久啊？